阮独家镜头来关心台北市信义区，大拢知影寸土寸金，若要租一间房间的行情，卡袂着，就要5、6千块。咱台视新闻的记者独家发觉讲，信义区有一间房间，因为无便所，一间厝要租人2800块，内底差不多2平空间，有一个双人眠床，还佫有一卡橱啊，已经满，是用玻璃啊来做隔间。厝主讲希望会当用较俗的介绍，租予独身啊坐伙人，互因有一个安大的所在。一寡少年啊。有兴趣想要来做。厝贵物件嘛贵，伫台北生活真无简单。想要租一间细间套房，一个月上无爱6、7千块。毋过伫个信义区选一间雅房，那一个月厝税2800，佫有包水电。就是从这边的。卡顶拖开一顶眠床，一个橱啊，房间就差不多无其他的空间啊。为内底行就是便所甲洗衫机，规间厝超20平，计做8间房间。有的房间是用卡顶来架开的，一间2平到3平，厝税为2500到4000块拢有。厝头家会甲厝安尼做隔间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有一些银发族的老先生，或者是一些老太太。他们单身没有房子住，然后他们去租房子，然后因为到处碰壁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提供比较便宜租金给这些银发族的老人。为着让家己大的老大人有一个杂风美好的所在，才会想到盖遮尔侪间。这款的房间其实是真侪少年人嘛拢会来睡。小资男、小资女，他可能想说要存钱，所以他就把他的生活品质、把他的居住空间压到最低，薪水涨的幅度跟不上租金上涨的这个幅度，所以其实大家要么就是越住越小。不然就是越住越外围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厝税指数为民国18年2月96.21一直增加，今年10月指数已经来到102.95%，厝税一直起，薪水却无加偌济。像这款真俗的雅房，嘛变做税厝市场新的主要商品。不过嘛，提醒民众税厝的时阵要注意，厝头家敢有做营业的登记，另外消防的法规有符合无，才会当保护家己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